秀，踏进这小小的智家庄，我等愿往大方。长大铁南墙，怒火满张，定杀敌后要用苍天王亲大哥，速速发兵前往，我愿领众弟兄下长江，小志庄，我两里长臂赶车直往墙，亲属备战豺狼，自有我从众贤弟祝家庄的众百姓们听着，咱们拿住梁山贼党的奸计10千了，向那梁山贼兵必然不肯甘休。朱太公有令，各家各户不准出门，会打仗的庄户备好刀枪，准备出去
前去呀，相公。好，前面带一路。是。石秀贤弟，你讲些什么？杨林公，你为何这样的打扮啊？哎，我这样的打扮不好吗？你这样的打扮与常人不同，倘若被人识破，岂无了大事？嘿嘿，你小小年纪，动不动就教训旁人，这绿林中的饭，弟兄我比你多吃了几年，难道是这座细作的勾当，我还不如你吗？嘿，你是与兄打扮的不好，嘿，那么你呢？小弟探听清楚，今日乃是自家庄的吉日，未曾装扮巧妇，有人谈问，就是他庄内卖柴的。哎，我这向我发誓的打扮，如同天神一般，下也把他们吓跑了，哪里还敢盘问呢？只怕未必吧。哎，弟兄之事，你要少还，还是定妆，哎，要不紧呢？杨令公，你几时回去？自然是遵照宋大国的将令，日落之前就要回去。这朱家庄第一时先叫甚难攻他，小弟要探听清楚，方能回去。你回去之后禀报宋大国，就是小弟若不回去，千万不可贸然进兵嘿嘿，看你刚刚上得山来，就是这样自高自大、目中无人。怎见得？想那宋大国乃是山寨之职，难道是他用兵还不如你吗？有道是临时而举，好谋而真诚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与你多讲，我还是进庄要我紧呢。回来，回来！哎呀，你要我讲些什么？杨令公，你怎么走起这大路来了？嘿，我这向我发誓的打扮，自然是要我走大路。杨令公，你来看，这来往行人俱走小路，这大路之上无人行走，敌人恐有来过。哎呀呀，你的大逆
站住！
知道的？此乃天机，不可泄露。这里汉子，你若指明我姓庄的道路，我保你全家安泰。要想进庄城，得让我搜搜你。俺乃神仙附体，你是阉人搜的。既是神仙护体，为什么连道都不认识呢？走。好。凡夫俗子，不与你们一般见识。我还是
去与梁山打仗去了。与梁山打仗啊！那梁山势力浩大，你们小小村坊焉能抵挡啊？你是哪里知道我们这里强作之家庄，庄之之朝风有3个字：知龙、知虎、知彪，个个武艺高强。我听铁棒教师黄庭玉会定计，会摆阵势。哦，会摆阵势。我们这里还有2千名会打仗的庄客呀！哦，2000名会打仗的庄客。来，你来看，这就是知家庄。城高水深，城外有3道石墙，十分的坚固。此庄倒也坚固。这话不算，从庄而立，大山下共有20里。20里，那些不是入侵之人，若是走了心去。好似进了天王殿是休想吃去。为何如此难走啊？这就是盘陀路哇，哦，盘陀路。哎呀，老婆，小人只知卖柴，哪里晓得什么路径？倘若误入盘陀路中，被人拿获，只恐性命难保。可怜家中老婆丢人奉养了。老婆婆，你知我一条生路，你救我母子一救吧。老婆，你要救我养子，可怜我终究出年纪，可怜我卖柴心为谋事，可怜我出关的兵困难，可怜我命里难存活。哎呀，老婆娘！哪里是东城门将为托？你的恩德，生烧香火念佛，生烧香火念佛。老婆，兄弟们，使庄去城。哎呀，糟了啊！怎么糟了？阮教师带领庄客把守庄口，不让行人吃了。老婆，你要救我一救。好了，起来！兄弟
在你我同宗的婚纱，你就在老汉家中放心一时，等平静了再走。多谢老婆带我漂亮拆弹，请老婆同听言难。